大家好，好耐冇錄過片啦。咁講一講免責聲明，以下嘅內容只作呢個教學用途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我今日想講一講科技股板塊嘅半導體。最近留意到半導體股，專做記憶體嗰啲，海力士係出現一個好強勢嘅上升趨勢。咁如果美國同伊朗喺現階段唔會再射導彈，唔會再打住先嘅情況之下，呢兩三個禮拜最有可能升嘅都係半導體記憶體呢個板塊。咁就呢個就係海力士嘅圖啦。咁啊，見到今日就喺呢個位嘅。咁如果考慮入手，就喺1269.055左右入手。咁就呢一兩日買佢，咁就5月投放咯，或者係趁6月 SpaceX 同 OpenAI 上市之前，個氣氛最好嗰陣時就放咯。同埋海力士個 P/E 其實都低嘅，咩11倍 P/E 唔貴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